振昇議員。好啊，多謝主席。咁啊，呢套系統咧就因為即係基於嗰個國家安全啦，同埋地緣政治風險嗰個考慮咧，你哋就會用嗰個直接採購嘅方式去揀一個服務供應商嘅嚇。咁呢個即係我都同意嘅嚇。咁啊，始終因為有國家安全嘅考慮啦。咁即係特別係即係喺即係中美關係咁緊張嚇，即係有啲國家可能特別係美國啊，都針對國家或者針對我哋香港。咁但係咧，即係呢啲嘅服務供應商咧，即係話你即使係用內地嘅一啲供應商，咁佢可能即係多多少少同美國嗰方面啊都有啲業務啊，都有啲往來或者投資嘅。咁你係需要到呢啲供應商係個身家係幾清白呢？咁你先至會去揀呢。咁可能呢就剩翻落嚟呢就選擇唔多嘅。咁又點樣平衡佢嗰個即係供應呢個服務嗰個能力呢？嚇，咁可能即係副局長你都即係心目中可能有選擇嘅，不過你唔方便公開講。不過我想了解下嗰個原則啦。咁第二呢，就係其實頭先好多議員都提過啦。咁呢個項目呢，就2023年就52億就減到20億。咁呢個我哋都要肯定政府嘅努力。不過呢，都希望有一啲細節呢可以再解釋多啲嘅嚇，因為我哋就唔希望呢即係俾社會大眾有個觀感呢，都係因為即係立法會嘈得多啊，咁所以呢就將貨就價啦，有啲嘢平啲，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影響嗰個服務呢？咁我哋就希望其實真係要合理嚇、理性，咁真係減咗價嘅時候呢，嗰個質素都可以維持嚇，亦都更加重要呢就係維持到嗰個公共服務。咁你譬如話文件23段呢就有講到購置通訊設施嘅嚇，咁依家嗰個費用就係3億多啲嘅啫。咁啊2023年呢一個項目呢就要用8億嘅。咁啊點解慳咗5億呢？咁因為2023年嗰時咧就話嗰8億咧就係要買600個通訊調度台啊，33000個無線電嘅對講機同埋相關嘅配件。咁你依家慳咗5億，其實係咪買少咗？咁如果真係買少咗，或者係將貨就價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對嗰個通訊係有影響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2023年嘅時候咧，都曾經咧就話用6億咧，就係用喺嗰個租用網絡供應商流動寬頻網絡嘅。咁但係今次呢個項目咧就冇呢一個項目顯示出嚟嘅。咁我唔知係咪你哋用咗嗰個同嗰個網絡供應商用嗰個共用基站咧，就可以唔使支付呢筆租用嘅費用，定係點樣安排？咁對嗰個實際嘅即係呢個嘅服務，其實有冇咩影響咧？嚇，多謝主席。好啊，我諗都係同頭先阿卓局長講嗰4大原則有關嘅。咁啊，請你簡單講啦。好。咁咧就首先就有關嗰個通訊調度方面呢，嗰個系統咧點解會由8億落到去3億啦？咁嗰度咧主要嚟講咧就係我哋牽涉嗰個數量咧，即係無線對講機嘅數量咧，我哋由33000部咧就減到去3萬部，咁啊用少3000部。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牽涉到話基站共享嗰度咧，咁個基站共享服務嗰度，其實我哋今次咧都有講咧，喺我哋文件嘅第26段嘅 C 項咧，嗰度嗰筆錢咧就係我哋要向而家嘅網絡供應商咧，基站共享嗰度咧佢俾我哋要交嘅一個使費嚟嘅。咁主要嚟講咧，其餘一啲減嘅價錢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同我哋嗰個硬件嘅基站有關係嘅。譬如舉例，我哋原先計劃最少起500個基站，咁我哋而家減到350個。咁所以每個基站咧嗰個價錢咧接近都差唔多300萬一個。咁我哋點解可以減咗基站250個又可以做到300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用呢個天線疊加嘅技術，咁咧就令到每個基站嘅覆蓋率大一啲咁樣。咁所以咧就各方面都會有一啲成本嘅一啲扣減喺度嘅。咁啊呢一個唔知道答唔答到？仲有第一條，即係揀嗰個供應商嘅時候，你仲有咩考量？好，咁另外咧就有關揀供應商嘅考慮咧，主要咧我哋都要符合翻咧，我哋考慮維護國家安全嗰個風險嘅需要嘅。咁我哋簡單嚟講咧，我哋必須要咧確保嗰一個供應商咧，佢係唔會有機會斷供我哋嘅服務啦。第二咧就係嗰個供應商咧，我哋可以指定佢排除某一啲有安全風險或者有供應鏈風險嘅一啲零部件嘅。
咁而佢都要需要排除咗呢啲咁嘅因素之下，佢仍然能夠交得到貨嘅，我哋先會考慮嘅。